下自己做得到自己想要嘅目標。但係當身邊嘅人都感受得到你嘅轉變，同埋睇得到你嘅轉變咧，其實嗰個動力比起自己知道係更大、更好去推動，咁會更加可以俾自己持之以恆去做你做得到嘅嘢，甚至可以更進步得更好，可以做得更多，即係會令你諗得更多，可以點樣再做好啲咯。好啊，多謝呢位家長。其實係啊，喺教練堂裏邊咧，我都同我其中一位我 coach 嘅家長講咧，支援系統好重要。即係有冇人同你一齊行咧？即係可能呢5堂、呢5個鐘，或者擴闊啲啦，呢幾個月可能係我哋幾位教練同你一齊行啦。咁但係即係過咗去到9月嘅時候，再往後有邊個同你一齊行咧？咁我都希望大家會揾到呢啲人啦，同你一齊行去到即係喺你嘅身教親子嘅路上邊咧，繼續去行得更加遠。好啦，咁多謝大家嘅分享啦，多謝大家嘅即係鼓勵同欣賞啦，好多係啊。咁我哋又去下一個環節喎，交個時間俾 Alex。